呢次世界嘅人大賽真係一個好難忘嘅經歷，唔單止提升咗我酒店款待嘅技能，亦都令到我學習到喺嘈吵嘅環境當中細心聆聽客人嘅需求。阿媽，你覺得呢？係㗎，雖然我哋比賽好激烈，但係我哋都識咗唔同嘅朋友，互相交流。喺比賽入面，即使遇到問題嘅時候，我都需要保持冷靜同微笑。喺過去1年，專家都教咗我好多嘢，令我學咗好多好實用嘅技巧。比賽現場提供嘅工具同食材有限，考驗咗我嘅臨場應變能力。我嘅專家都幫我諗咗好多唔同嘅解決方案，令到我可以發揮到我嘅實力。比賽結束嘅時候，我嘅心情好複雜，一方面慶幸自己能夠參與其中，一方面都好唔捨得。我最想多謝嘅係我屋企人同埋專家，尤其係媽媽同姨媽。喺我感到疲倦同想放棄嘅時候，淨係佢哋嘅支持同鼓勵令我重新振作。我最想多謝我嘅學校同埋阿 Sir， 尤其係 Nelson Sir， 佢成日抽時間陪我練習，仲帶我去天津交流，一直喺我背後支持我。其實我一直都關注你哋嘅成長，喺比賽裏邊，我見到你哋嘅表現咁好，我都感覺驕傲同埋開心。VPAC 嘅課程結合咗理論同實踐，令我可以喺餐飲服務嘅工作入面活學活用。我認為 VPAC 為我嘅未來導航，令我清楚認識到自己嘅興趣同發展方向。未來我哋會繼續努力，服務好每一位客人。